1993年10月初，考入欧洲共同市场原则的马斯垂克条约开始生效，欧盟正式成立。欧盟的历史当追溯到1952年，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。建立欧洲的煤矿共同体，经历多次改革了后，1992年签署马斯垂克条约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12个国家签署，到今仔日已经有28个成员国。1997年11月初日，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，被现场来宾问到为什么要派兵镇压六四天安门民运。当时媒体报道，江泽民竟然是透过翻译，间接表示中共当局开始犯错，引起各国轰动。但是事后嘛被指出，其实江泽民当时认错，不是针对六四。是因为透过翻译来转述的关系，致使外国媒体在解读的时阵有所误会。2012年11月初日，台湾民众去美国免签证开始生效，台湾正式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国家，只要摕中华民国护照，就会使到美国等100外国家旅游，拢免签证。